生的车一边，养的较大天。年母。 我买离几只啦，阿母，阿姨，我买离几只啦，阿姨。你靠北的笑，恁妈还未死嘞，靠啥？紧行啦！害我伫外口等几步。阿坤啊，你若着安尼起心落地啦，逐摆做代志就啥物粗鲁，安尼甲囡仔吓惊着呢。 顺昌即摆已经这么大，若是有啥物代志，你应该用甲伊讲，啊无伊上了伊就自信。是的啦，我起起来都袂记啊。好啦好啦，回去吼，咱先来发机车啦。紧的啦。哦。爹哋拿把灯来，陈秋燕，你后摆来看阮哦。 来，后边再见。站起来，然后啊，起起来。阿姊，我生气起来啦，顺昌已经转去啊啦。阿母，阿姊靠阿姊相信，一定是比我较爱顺昌。哦，我知影，阿姊一定是男生爱女生。实在做唔知好快呢，我是好心来甲你整理房间呢，我当你的物件，啊无你是欠拍是无？开风啊，我底裤咧。啥代志？无啊，无啥物代志啦。是毋是顺昌？你还是生气？无啦，我是想讲吼，来甲这顺昌的房间小可整理一下。顺昌讲叫我吼，唔好黑白顶动伊的物件啦。哈，你这是因啦哈！恁母啊，好心整理你的物件，你叫伊莫顶动啊！你这囡仔真搞怪啦哟！坤啊，好啊啦，你莫安尼啦，顺昌伊无歹意啦。无歹意，哼！这啥物件？哈！这啥物件？哈！去好好找这款物件，买去。吼，你爱耍吼，无怪你哦，偷袂摕啦，哈！好
好啊啦，但吼，人这物件吼，拢是美玉啊甲迄个老师吼送伊的，那伊当作敢若宝贝咧，你哪会用安尼黑白共担啦？好啊啦，好啊啦，囡仔的代志吼，互我来管就好啊，你莫管啦，你出去啦。哎呦，好啊啦。要伫遐上啊了。好啦，莫爱起性落地啦。顺昌啊，你若爸就是生这种性地，你莫插伊吼。阿舅阿姨叫伊的姓来改，伊答应啊，即马毋是无改。好啦好啦，我后摆才叫伊较注意咧啦。阿舅阿姨伫，伊才袂骂我，才袂拍我呢。嘿，你安尼啊，阿菊啊，安尼啊，阿菊啊，你爱知影呢，阿菊也毋是恁老母呢，即摆我才是恁老母呢，哼！阿君啊，迄顺昌的房间哦，我整理好啊啦，安尼伊住落嘛较会爽快。你辛苦啊，顺昌这个囡仔袂乖啦，你阁会使让伊照顾伊，对你真歹势。其实吼，顺昌伊嘛毋是讲无乖啦，可能吼伊甲我佫无讲足熟的，啊佫足生疏的。我看吼，我着爱找一个机会吼，好好甲伊培养一个感情。你安怎培养的？我带伊出来去佚佗啊，安尼要培养感情嘛较紧。安尼就交互你啊。啊，你嘛爱互我钱啊，无我要安怎带伊去佚佗？哦。是。摕去啊。这边吼，我想讲吼，要好好带伊来佚佗一下吼。这点仔钱无够呢，我看吼，我着爱倒贴无。哎呦，回去吼，拢摕来去啦。吼，啊若用无完吼，我再搁摕转来还你啦。这安怎啦？你是互恁囝用钱唔甘晓？唔是啦，唔是啦，摕去用啦。阿姨，进来啦，进来啊，阿姨。阿姨，咱到底来算啦？哎呦，莫啰嗦啦，你家己算啦。我去啊算。这点仔哪有够我开车？哎呦，要食猪肉嘛，都爱等猪饲大只。我看你凊彩讲讲的，你存心要叫猪肉滚啊是？你是毋是交着伊，就想要卡卡哎呦，等你是咧食啥物醋啦？我哪有可能去爱着迄个死猪肉滚啊啦？逐工安尼规身躯油腻咧，看到我都强要吐。你毋通袂记咧咱当初的约定？会啦，咱的目的吼是要伫卢坤的厝甲财产啊，到时阵吼，咱就会当挽走高飞啊。哎呦，你是要死啊哟啦！啊，若叫顺昌看到要安怎啦？哎呦，今日这个西瓜足甜的，来来来，青田吃西瓜。多谢。阿舅啊，我有话甲你讲呢。哦，美玉啊，老师，恁陪青田吼，阿母在内底，阿叔来，来玩紧呢。好。来，互你食。你哪会感觉木头因共款，拢袂叮当啊？等顺昌爷就会来，我再带你去钓鱼好无？钓鱼？好啊，我嘛最爱钓鱼的呢。是这是啦，来，互你食，我家己摕啦。好。你嘛知影，我逐工拢伫菜市啊，无用缀卖鱼，啊厝内底，敢若阿母甲青田两个人尔。啊，毋过吼，哎呦，阿母是安尼看青田啊，拢袂顺眼，啊，逐工拢对伊安尼买菜，我想安尼落去吼，
生活一定足痛苦的啦，对阿母也毋好啦，对青田啊也毋好啦。我想来想去，实在想拢无办法啦，所以我想讲，只好来找你帮忙。是讲，你是爱我安怎甲你斗相共？阿母吼，即马甲我住做伙，我也袂当无考虑到阿母的想法。毋过青田啊，还佫细汉，也袂晓无人甲照顾的。毋过，哎呦，迄青田啊吼，毋知是安怎，都拢无阿母的缘啦。我是安尼一点办法都无啦。你嘛知影，阿母即马年岁是愈来愈老啊，无甲伊照顾也袂用一啦。所以吼，我想讲。我来当将青田啊吼，看到遮，安尼我就放心啊啦。阿嫂，既然你遐尔为难，我答应你。你真正答应我？哎呀，其实吼，我这实在是吼无办法中的办法啦。我以后真正会麻烦你哦。哎哟，讲啊，这个敢若外人共款，咱两个咱像姊妹啊共款。我一定会代替你好好照顾青田。我唔知你从啥吼。哎呦，你是咧从啥物啦？哎呀，你可惜了。听母讲，对今日开始啊，青田要住在咱家，老是的。青田甲你困一顶眠床好无？是啊是啊。是啊是啊。是啊，后母已经甲蔡慧姨啊讲好啊。青田，你讲好无？哦，就这呢，就这呢。阿母，来呀，来啦。哎呦，你这个手。青田的较无方便，啊无，我会变成互青田困，我甲你困好无？你哟，安尼才有乖，会晓替别人生活，安尼上熬。阿母，我即马入去整理。好，来。青田啊，记得甲阿舅妈妈说多谢，记得。你叫妈妈。多谢你收留我，我会家己照顾家己，我袂甲你添麻烦，袂互你烦恼。青田，我知影你这个囡仔上乖，上捌代志。好是，来，咱来甲美强吼，斗整理房间，互青田住，好无？好，来，阿舅啊，阿嫂，你小坐一下，免客气啊，来，好啦，你嘛先来这个哈。无欢喜哦，妈妈。青田，你是吼，妈妈安尼安排是不得已的，妈妈是为你好，你知无？我知影。其实吼，妈妈嘛是足有够的，不过你放心，你今仔大一定袂孤单，吼。阿舅妈妈一定会足照顾你的。你以后对阿舅妈妈，爱甲对妈妈同款，安尼甲友好哦，你知无？我知影。嘿啊吼，从今以后，你就两个妈妈会疼你啊，两个妈妈在疼你，所以吼，你袂使自暴自弃，袂使黑白收哦。妈妈以后会来看你，知无？妈妈，你一定爱乖哦，爱乖哦，一定爱。一阵一阵，为坚定苦情写人问，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叫阿爸为你看，加油啊！加油！青田，你去死啦！无你安尼会足忝的呢。免啦，我甲恁同款，会当斗做代志。阿伯，停车啦，停车啦！停车！哦，好。青田啊，你要创啥？啊你点点啦，你又叫你坐车，你又坐车坐好啦。你有你嘛坐啊？阿伯，我要骑啦，你这袂亮啊？哎呀，免了，我还没有老的骑不动车了。来，来。哦。哎，好，哎。点啊卡，点着卡，叫阿爸落地卡，地卡滚滚暖暖，小滚
哎呀，美玉，好乖，好乖，哎，谢谢。哎呀，秋田呐，你看这个孩子多乖呀，啊！哦，我跟你讲，跟他了，他已经搬回家住去了。哎，可是他天天到这儿来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里啊，有人情味儿，有温暖，有家的感觉，懂不懂啊？哎，以后啊，你就会喜欢这个阿菊阿姨了。我以前就跟你讲呢，大家拢对我就好，尤其是阿菊阿姨，伊就听话，我就跟伊讲大家斗阵生活。对，哎呀，你看，来，吃啊！我妈妈是世界上温柔、上好的妈妈。哎呦，美玉，你安尼家己学，可袂差错小。真是的啊！来，青田呐，你免客气呢。阿姨煮一点番麦汤，我来卡出来吼，啊，你慢慢来嚼哈。好。哎，水兄啊，你来唔食菜，在创啥？水兄，你有代志要甲我讲是？啥物话你做你讲啊？我看到阮是妈妈甲一个查某讲要甲阮爸爸的财产拢摕去呢。哎呀，顺昌，这款代志是袂用黑白讲，你对倒听来啊？我才无白讲啊，我亲目睭看着听着啊。啊！哎呀，恁彩虹的衫做好无？你好啊啦，若好我随时甲你送去哈。多谢，多谢。你今日要买肉？哦，唔免啦，今日我唔免买。哦。阮顺昌啊，定定去交了日子歹势啦。这囡仔甲彩虹袂拍。彩虹干啥？有时阵啊，拍起来真正；，搁有时阵哦，哎。对啦，有一摆啊，我看到阮顺昌的脚5青，我就问是毋是伫外口相拍，伊讲毋是咧，是互阮彩虹验的。我到即马阁毋敢甲彩虹讲，我是惊我上去啊会甲拍，伊会一定会走去着。袂用的哦，你是毋通甲拍呢？是讲人吼。是袂用看表面啦，彩虹对你、对顺昌是毋是真是好？毋是讲干那靠一支嘴呢？你是讲？哦，我知影讲吼，你这个人真调皮啦。人若是要甲你用心机吼，你绝对毋是人的对手。我是想讲要考劝你啦，你莫凊彩就去相信啦。啊，若是要对人好哦，也是爱慢慢啊对人好。万一讲，万一人若毋是真心对待你，我惊伊讲你会人财两失。啊无，我转来吼。好。就只要提醒我下，彩虹是毋是真心对待我？咱讲，伊伫外口有客兄。为前程苦情啥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不要喝了，你看你喝的吧，就都忙啊，还说没有醉啊？哎，我无醉啦。
老铁啊，我问，咱两个人是不是好朋友？废话，当然是好朋友啦。吵一吵架也不会影响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啊。哦，来，干一杯。你看我甲彩虹两个人会合袂？哎呦，不要闹了！哎，好了，我送你回去了啊。来啦，来。哦，你也未回答我的话啦。哎呦，你们婚都结了，王八配绿豆，问这个干什么呢？我有事后悔我。哎呦，你还说你没有喝醉，你胡说什么嘛？哎呀，我跟你讲，今日啊，甲我提起，我伫遐想哦，彩虹一定伫外口有假兄啦，无啊，绝对袂安尼讲的啊。你胡说什么呀？这种事情要有证据的。啊，我有啦。我困啊，啥物拢会使啉啦，都是袂使啉啦。我做鬼啊！